Hello， 大家好，我係 Tony。大家身邊有冇啲人啊，又或者你自己本身讀書成績好好啦，工作能力又好高喎，但係偏偏咧揾錢就少過另一個學歷低過你、工作能力差過你嘅人，有冇咁嘅情況呢？大家應該都聽過智商同埋情商啦。智商就代表學習能力，情商就代表待人接物嘅能力。咁大家又有冇聽過財商呢？財商就係代表你對財富嘅駕馭能力，當然三者都好重要啦。但係如果你發現你自己學歷好高，工作能力又好高，但係唔係賺到好多錢呢？可能就係因為你嘅智商好高，情商都好高，但係財商又唔夠高喎。今集節目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認為好重要嘅財商思維，因為呢套思維可以令到你即使學歷唔高，工作能力都唔高，但係可以賺到比其他學歷高、工作能力高嘅人多好多嘅錢。呢種思維我叫佢做時間回報率思維。先講下時間回報率係乜嘢先。無論你係打工仔、創業者定係投資者，大家獲取財富嘅方式本質上都係一樣嘅，就係透過付出時間去獲取回報。分別只係你嘅回報係大、係細、係快、係慢嘅啫。而根據時間回報率嘅思維咧，一個人嘅賺錢模式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種。第一種模式就係付出一次嘅時間獲取一次嘅回報。呢種模式咧係普遍地存在於大部分嘅受薪階層嘅。例如付出1個月嘅工作時間就換取翻1個月嘅回報。當你想獲得下一次回報嘅時候咧，你就要再付出多1個月嘅時間啦。而如果你下個月唔付出時間嘅話咧，你就唔會獲得回報。簡單啲講就係手停口停。呢種模式嘅時間回報率咧係非常之低嘅，因為每個人嘅時間總量係有上限嘅，而且個上限仲係非常之低添啊！因為你總唔能夠24小時都工作噶嘛，所以打工係好難致富嘅。原因唔係你唔能幹、唔專業啊，係因為時間回報率太低啊！呢個 channel 會免費分享各種銷售技巧同思維，令銷售成為快樂嘅工作。如果你都想成為一個又開心又賺到錢嘅 sales 咧，可以參考我哋影片資訊欄中嘅課程嘅。第二種模式就係付出一次時間換取多次回報。例如你花咗半年時間去研發一個產品，然後呢個產品推出市場，每銷售一次就會為你帶嚟一次嘅回報。又例如你買入一層物業，然後同一個租客簽訂2年嘅租約，你付出喺買樓同埋揾租客嘅時間咧係一次性嘅，但係佢可以為你連續帶嚟2年嘅收入。同樣地，你付出嘅時間係一次，但係獲取嘅回報係多次。所以你嘅收入可以突破時間限制。如果你睇得通呢一點呢，你就會明白點解有啲人明明唔係好叻好聰明，但係揾錢會多過一啲好叻好聰明嘅人，因為佢哋做緊嘅係一啲時間回報率高嘅事情。第二種模式嘅關鍵呢，係你要獲得或者創造到資產。資產呢，就係除咗勞動力之外，可以令你獲取收入嘅事物，例如物業啊、專利權啊、版權啊、IP 啊等等。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實體同埋虛擬都有嘅噃。所以當你有機會接觸一項投資，又或者一個生意項目嘅時候呢，你判斷佢值唔值得做嘅標準，其中之一就係究竟你付出一次時間之後所獲得嘅回報係一次性定係多次性嘅呢？我見過好多小型創業者，因為佢哋欠缺時間回報率呢個觀念啊。好多時佢哋以為自己做緊生意，但係其實都係做緊一啲一次付出一次回報嘅事。佢哋嘅收入同打工咧唔係好大分別，不過就要承受比打工大好多嘅壓力同埋風險。所以如果你欠缺時間回報率呢個觀念咧，你可能窮忙足一生啊，都唔知自己坐喺邊。第二種模式嘅時間回報率咧，其實已經比第一種模式高好多噶啦。但係如果進化到第三模式咧，你嘅收入就會更加高。第三模式就係低價購買其他人嘅時間，再以高價轉售圖利。講就好似好複雜，其實用人話去講就係請人幫你做嘢。你個人嘅時間係有限嘅，你可以購買一啲用緊第一模式賺錢嘅人，用佢哋嘅時間去為你賺錢。當你買入嘅時間越多，你可以出售嘅時間亦都越多，所以你賺嘅錢亦都越多。去到呢個階段，你做緊嘅已經係企業家嘅事啦，亦都係時間回報率最高嘅模式。翻返嚟現實生活，一個人咧其實唔會單純只係得一種模式嘅。例如我要上堂，呢個就係第一模式啦。我有網上課程，同時間亦都有個人 IP， 呢啲就係第二模式啦。我亦都有請人幫我做嘢嘅，咁呢個就係第三模式啦。重點係呢3種模式嘅比例啊。我哋應該盡量諗方法去提升自己第2同埋第3模式嘅收入，同時間減少對第1模式嘅依賴，你嘅整體時間回報率就會提高。如果你聽到呢度覺得好深嘅話咧，係好正常嘅。
呢啲財商智慧咧，我都用咗好多時間去吸收同埋鑽研。如果你唔明嘅話咧，就睇多幾次啦。如果你想揾多啲人同你一齊研究咧，就分享出去俾佢睇下啦。我哋下次再見。